来继续来看气象局观测到全台湾平均的气温，发现台湾的最高山玉山，这个寒天的气温比平均的气候值观测到2°9，是玉山观测站设站80年有记录以来史上第3温暖的寒天。而且为去年12月到目前为止，因为山区的水汽无够，雨落伤少，所以到即摆拢也未落雪，嘛已经创下着设站以来上晚落雪纪录。日头看看八晴天，超光规山坪四周围。爬山客徛踮伫咧玉山，鹅螺山的风景实在水。玉山是台湾上悬山，主峰海拔3952公尺，冬天的气温常在是伫咧0度以下。不过气象局观测到即摆寒天，全台湾平均气温拢是我气候的正常值。敢若玉山比平均温度悬超2.9度。玉山观测站设站80年以来记录显示，是史上第3烧落的冬天。嘛发现为去年12月到今。玉山都要未开始落雪。目前的话，时间已经来到3月了。从玉山从去年冬天开始，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降雪的情形。那确实，依照目前的记录上来看的话，应该是假如有出现降雪的话，会是最晚的出雪。2020年2月时，玉山观测站的大雪，当时气温超伫咧0下5度，因为水汽真饱，观测站靠白雪砍掉火，场景随甲俄罗盖搭枝。不过，随落来到2020年年底冬天，虽望气温同款伫咧0下，不过因为水汽无够，雪落袂落来。12月17日时，刚好落米雪。那玉山主峰线缺水的情形是已经相对的严重，观音山庄的水塔的蓄水量只剩下50%左右。有关处讲，山顶经真久无落雨，水汽无够，嘛无法度落雪，所以创下上晚落雪纪录。而且佫欠水情形，所以提醒爬山客爬山爱加早打了，水嘛要较欠咧用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